他在那边谁的？力中一点。这样，然后慢慢做修剪，厉害，好事情。不要一下子剪太多，到时候后悔来不及。哦，是，对哈。不要一下子剪太多，慢慢修剪，球就是这样。对，修太多不好看了。它会很短就不好看。我给你一只的不信啊！不要吵架。就这样也可以吗？还要不好看吗？好，现在有没有？因为刚才你绑的不平均，这边比较长，这边很短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以这个为主啊，有没有？以这个短的，你要剪吗？哦，对对，过来。他脖子的。这样。要一样就对了。对。平平的剪下去，越剪越多。不是啊，因为你刚才这个很短，刚好啊，可以呀。哦，看还有，好，这样打开不是就这样子的，然后再慢慢做一个修剪，你看，刚才这样子不是太大，对对对。然后你这样子的时候，差不多这样开始修剪，啊，你修剪的时候就用这个，还有一个那边，我比较集中嘛，不会那么集中。呀。刚再打一下又不一样的高。越剪会越没有。所以修剪的时候一点点剪，才会美丽。大家创造它掉下来。哎，你自修班是礼拜三吗？在哪里上课？我家。他们不要去那个集会所。是靠近哪里？我想报名呢。你知道你住哪里？平镇啊，平镇高中那边。哦，你知道那个龙岗圆环吗？我知道啊。然后再过去关路街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哎，屏东路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东安国中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对，就在那边。国小对面的，讲那么。东安国小。他接收你知道吗？就在集会所附近嘛。对对对。啊，我们就在那个集会所那边有一个那个。哦。6楼。礼拜三也没什么事。对，我不能讲那边的家。对。要讲现在的家。谢谢你啊。我想带，还要人吗？啊？我想带我那个一个人。因为现在他们是做另外一个阶段嘛，情人带他们做完了。可是我是建议你，如果你会刺绣嘛哦？不会啊。如果从初级的话，就要绣那个情人带，因为格子比较看得到。哦。你一下子用黑布就。对。这个是兼职。你那边是初阶的吗？现在已经中阶、进阶了。因为那时候都在上课，没有时间。来，这个可以慢慢修了。好，谢谢啊。这个哈，没有帮他。我刚才这个有帮你拉呢。哦，是哦。我帮你那个调整了才剪下去呢。哦。好，这个。他有帮你拉了，小慧拉这个还要再。这么小朵，那我就做太大朵。这个还要再修剪哦。你慢慢修。再修。哦，还在修。这个还要，你又那么大哦。小。一样的吗？下去了。下去了。对。哎，我也大。这一块。
没关系，你先来，你先来。女生的包饺。哎，其实也可以教小孩子做，好像我有看到什么组啊，他们好像有做这个球。那个要用细的毛线，然后要密一点就会变圆圆。圆圆的什么八球也是像这样子。那什么金水？去金孙那时候。对，他们在办活动有没有？对，好像就这样子就好了嘛。小小一个的，小小的用手嘛，就一个颜色。哦，对，一种颜色。其实这个也可以吗？可以。然后你现在这样子剪，一直剪也是变圆的，越短越。会跑出来呢。表示他长大了。以前应该是这样，没错。没有。是的。如果是真的，我参加你们那边，你们都会弄，我可能还没看到。没有关系啊，没有，我也很有那么小吗？这样吗？什么东西？有那么小吗？你刚才牛仔裤脱掉好了。好了吗？张先生，你那一个嘞？会吗？你们的都很好了，我还没有。因为我还学那个布农族串珠班。哦，那个是礼拜天。等一下我就留我的电话给你嘛。哎呦，因为他们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都去我家白天。白天上所以就没有空。你不是也上班吗？在这里上班吗？他的副业很多。他专门在刺绣了。很厉害。我等一下要飞去的。现在就要跑到金门，现在又是台州，现在又是花莲，花莲还没有啦，还没有去。太远了。要就像金门这样。金门比较远，好不好？金门有阿米斯哦。好多有学会。在哪里？大金门、小金门？大金。我4月8号去的，下午金门。我去找一下你的同胞，你们同胞在什么村？我姐姐在金门啊。哦，金门。有开店吗？没有开。等一下什么轮到你？他们是撩要什么？我姐姐他们都定居金门那个一家人。问他们多阿米斯在哪里？很多。哦，为了捕鱼。我在哪里？我在那个。他们在盖房子。那个牧师。很多阿美在那边那个，在那个金门。他说上次这边很多牧师。活动到现在钱没给他。那个谁？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就看到他，就看到那个赖啊。他说你这个钱还没有给我，这样。不是哪个老师呢？我帮他办。哇，真的，我这个刀子真的有够力。我女儿的户口也在金门。哦，很好嘞。为了要住校啊，哦，以后要读金门哦。没有，在这边。金门福利很好。对，金门还不错。不过现在换县长的不是很好。不一定啊。你那个每个人每个月1万多。白色的可以弄吗？不行，只有全部完之后这样。太好了，要不然你这样换来换去，那个线等一下就完全就没有了。换你了吗？那个姓林的，他啦。是啊。哎，那个哪里？还在你后面。还在那后面，我们先的呢。我怎么插对？你插对，那没有关系。现在没关系，他很会。开始。就给他帮我插。他刚才有利息。我的好的好妹妹。一个在这里。这条还要缝哦。为什么？对。这个还要这个要2条哈。对。那个怎么搞？你没有教我怎么卷。对。就是那个啊，这样子。然后再放过来。你的助理扫一下。没有关系，那个改名会少。我是舞者。下次我们带吸尘器的。你以后听我。越来越密的那个垃圾。对。
又亲又密。对啊，这是你的。吃好了没？帮我称了。那边不是还有吗？很多人排队啊。还排队还没有呢。对呀。好了吗？还没有。我可以把椅子排吗？有了，再5个6个的。漂亮哦。这样子还不能那个，还不能缝那个，还不行，贝壳。妈妈有汗了，妈妈有汗了。你缝贝壳，等一下你不好踩呀，不好踩对。我的话偏，我的也是偏，表示没有蛮好。哎，都是旧的。啊，女士啊，往这边抓一抓，两侧抓一抓。哎，两侧抓一抓。啊，不然在补线啊，没有关系，你在最下面这边补没有关系，因为等一下这个才是手工的，如果平平平后，不是。好，你稍微拉一下就会。给自己一个台阶下。这个你还要再修剪哦，这个。用大的修比较好。大的。这个是补刚才多余的。哪个线啊？哎，等一下如果不够，你就用那边多余的再去补。